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蘇請佛物語，我係 Daisy。今日同大家深入分享呢尊佛牌。我相信只要你係做生意、開鋪頭定係做 sales、投資，總之你想喺事業上大富大貴、財源滾滾嘅朋友，都一定聽過或者見過。咦，就係我手上呢一尊由龍婆通丹篤造，造型非常之特別、極具威嚴嘅九面富貴佛。喺佛陀時代，當時印度有9位富甲一方、富可敵國嘅頂級大富豪。呢9位富豪咧，唔單止係極之有錢，最重要就係佢哋極具慈悲心，經常出錢出力去幫助僧團，大德布施，幫助咗無數嘅百姓。咁後世嘅高僧咧，就將呢9位大富豪嘅富貴同埋大福報承傳落去，就用咗秘法將呢9位富豪嘅面相合埋一齊，就篤造咗9面富貴佛啦。而材料方面咧，都加咗呢9位有錢人、大善人嘅錢幣先得以圓滿嘅，就係希望借助咗佢哋嘅富貴氣場，幫助善信。所以呢尊佛嘅背後係集合咗9位大財閥、大錢世家嘅極致福報助力。同大家一齊睇我手上面呢尊9面富貴佛，大家可以仔細睇下佢嘅雕工。雖然咧一個佛像裏面要做出9個面，但其實每個面嘅線條咧都係非常之細緻，個樣係極之祥和嘅。咁最高層咧就1個面，下面2層就4個面，總共就9個面。咁造型咧就係坐喺蓮花座上面，雙手結禪定印，佛陀入定時所結嘅手印。喺泰國，無論係大型商場機構嘅成員啦、商場大老闆，定係一啲名門望族，佢哋嘅辦公室或者財位，幾乎每一位都見到佢哋係供奉緊一尊9面富貴佛嚟鎮守財富嘅。其實喺泰國嘅法門裏面，呢9個面其實分別代表咗9種唔同嘅成功：正財、橫財、名譽、權力、健康、智慧、人緣、家庭圓滿同埋步步高升嘅。咁對於做生意一啲創業者，佢哋就可以幫你開拓財路，令你嘅業務越做越大，就好似9位大富豪一樣，生意興隆。而好似我呢啲打工仔呢，或者係屬於一啲管理層面嘅9面富貴佛，就可以提升你嘅權威同埋人緣，令你喺職場上步步高升、財富穩守嘅。咁簡單啲嚟講，佢就係一個幫你招財、守財、增福報全方位嘅頂級大財神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依家嘅事業去到一個樽頸位，或者喺鋪頭生意嘅財運上想更上一層樓，9面富貴佛絕對係你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咁今次咧到講嘅9面佛其實數量唔多，咁法相就非常之完美嘅。睇啱嘅朋友即刻 cap 圖聯絡相熟嘅店長或者親臨觀塘大埔門市睇實物。咁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哋啦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